iKaimer 行走助力機械人可以即時感知穿戴者嘅行走意圖，提供高效率、可調節嘅助力輸出，輔助穿戴者喺步行過程中減輕下肢負擔，提升步態穩定性同行動舒適度。產品重量只有2.4 kg， 最大動力為16 Nm， 擁有4小時嘅續航能力，最大步速可達至1小時8公里。開機，穿戴檢測稱手等，開始行走等級3。老年助行模式，老年助行模式較為溫和，可以提高關節穩定性，降低意外風險。助力調節為6級。2。自動模式，自動模式助力較大，適用於多種場合。馬當先科技有限公司係香港嘅科技研發公司，我哋致力於透過科技提升大眾嘅生活品質。